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进入信仰的学校的第3讲。咱顶回伫第1讲的时阵，咱有讲到保罗提醒咱是罪恶的人。咱每项伫本性顶面拢充满了真侪无好的欲望、私欲、贪婪。保罗考劝咱，一旦咱接受耶稣基督了，咱就进入信仰的学校。爱将这旧的歹习惯来脱去，然后爱穿一个新的制服。咱伫第2讲的时阵，咱有提到今领制服的第一个性质，就是灵敏。咱今日要继续来看第2个性质，要看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调整阮的性命，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克服阮人生中间的软弱，互阮会当哪进步，哪来哪亲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看咱的制服的第2个性质，就是温柔。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写主爱，其实。温柔这个字，吼，这个字一般来讲，伊伫圣经中间出现真侪所在，真侪场合，也有无同款的翻译。因为伊是一个真丰富的字，但是伊的性质是非常美好。比如讲，伊出现的所在，翻译有翻译做慈悲、仁慈、良善、甜蜜。慷慨大方等等，其中有真侪真特别的所在，用这个温柔这个字啦。譬如讲，举2个例来讲，第一个例就是路加福音书第5章39节，耶稣伊讲，要人伫啉旧的酒了后，佮想要啉新的酒，伊总是讲旧的酒较好。我本身是无啉酒啦，吼。但是，我嘛听过人讲，迄个陈年的酒较好啉，吼。我嘛袂晓分别，但是咱知影酒是愈劝愈好，吼，愈劝愈好啉，吼。所以伊即个旧的酒好，即个好吼，就是用这温柔即个字啦，表示伊是一个真甜蜜、真顺美的字，吼的意思。佮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吼，就是原来是耶稣讲的话。耶稣伫马太11章的第30节讲：“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吼，现代台语也本是翻译做“因为我的担是下用啊”，吼。现代中文也本是翻译做“容易”，吼。这容易啊，是讲下用，伊就是用温柔这个字，吼。伊这什么意思呢？咱知影担就是迄个牛，伊咧犁茶的时阵所派的迄块茶嘛。咧做茶的即个木匠吼，那迄个技术真好诶，伊会照即个牛的形体来做即个担。即个形体吼做了真好，真适合只牛去派去担，就是真下用。这用温柔这个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当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所承受的温柔是真大真大，所以咱无迄个背当当的感觉。咱综合一句，就是讲温柔其实是一个真美好的字，伊用伫形容一切美好的代志。特别保罗上爱用啥物话？将伊用点伫上帝本性，上帝本性。伫保罗批信中间，伊常常用来指上帝对罪人迄种满有恩典的态度甲行动。意思就亲像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相共，咱人原本就是伫迄个罪恶中间，照理来讲，应该爱受大的刑罚。但是因为上帝有温柔，
所以上帝不断用文字来款待咱罪人，用文字来赦免咱所犯的罪过，来引带咱进入迄个恩典中间。所以保罗伫这罗马书第2章第4节安尼讲，也是你藐视丰富的文字、宽容甲恒久的忍耐，唔知影上帝的文字是带你悔改。意思讲，咱罪人哦，上帝一直咧怜悯咱、忍耐咱，就是毋茫用伊丰盛的文字要带咱回转伊的身边。互咱会当悔改。佮另外，咱来看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第7节安尼讲，要将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伊伫基督耶稣内底，用咱所施的文字，显明互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保罗就是咧说明讲，上帝安怎透过耶稣基督，将迄个丰盛的文字赏赐互咱正罪人。今仔日是中秋主日，也就是受难周的开始。当然，每一天咱拢爱做反省啦，但是咱上介好是利用这个节期，节期的中间，咱受难周，咱好好来反省深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为着正罪人行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伊要为着咱这罪恶惯满的人，用文字来宽赦咱，为着要洗清起咱的罪。特别咱伫过来这个拜祀，咱要伫遮大家做伙甲主同坐道，迄是一个真好反省的机会。那安怎？为什么咱会当遐尼好、遐尼幸运，接受遮尼大的恩典？既然上帝是有文字的本性，安尼，咱做上帝百姓，做上帝学生，做信仰学校的学生的，咱正兄弟姊妹，咱也应该爱学习用文字来宽赦歹款待咱的人。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所以牧师有3个建议。第一项，就是咱爱用疼来恩待对歹款待咱的人。咱的生命中间有时会出现一寡人，常常甲咱作对，有时会伤害咱，有时甚至伊是咱上较亲密的人，拢不断咧伤害咱。那照咱的血气来看吼，牧师来恁请教吼，恁敢会做想要消灭这个人？一般人拢嘛想讲，哇，伊安遐歹款待我吼，我嘛爱来报复啊，吼，莫讲来消灭啦，嘛上无嘛爱互伊知影有一寡教训，吼。咱看连续剧，特别是武侠片，拢嘛是安尼演的对无？吼，一个大歹人吼，将一家伙仔拢全部拢杀死，留一个囡仔，吼，囡仔叫一个歌手，叫一个师傅救去，吼。救去了来训练1-20冬了后，伊变做一个武林歌手，开始倒来报仇啊！吼，最后一幕就是伊把所有的歹人拢杀死，对迄个日头要落的所在安尼行过去吼。咱拢看到伊的背影尔，咱无看伊头前。咱看伊头前其实咧流目屎，为什么？我一生就是安尼啦，拢为着要报仇安尼。即摆报仇了，毋知要创啥物货。无法度解伊心中的怨愤啊！而且咱知影，那照旧约的律法就是，以业行业啦，以眼行眼，对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意思安怎？我甲你发生冲突，你拿我一支喙齿拍断，安尼你爱还我一支喙齿，所以我就有哪来拍一拳，结果。无说你拍2支喙齿落来，你讲我尔拍断你1支喙齿，你拍我2支喙齿好，即声我要来报复转来，拍规支喙齿拢用拍了吼，我着交代阮囝讲，即家伙仔以后若看到因，就是拍，报复。人讲你一代报过一代，
冤冤相报何时了？永远都报仇报袂了。意思讲，你若用迄个报仇的手段，无法度解决万分的问题啊。所以要消灭对敌，耶稣来教咱一个上介好的方法，就是用温柔对待伊，将伊对敌来改换变做朋友。安尼咱就无即个对敌。当然，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所以保罗嘛安尼来劝勉讲：兄弟啊，毋通为家己伸冤，宁可让步，听趁主的生气。因为经常安尼去，主讲伸冤在我，我得较报应。所以你的对敌若枵，就互伊食；若喙焦，就互伊啉。因为你安尼行，就是将火炭放伫伊的头壳顶。你若想看觅，你若想。火炭放伫你的头壳顶，你会感觉安怎？毋是头毛烧伊啦面会安尼红红烧滚滚啦就感觉歹势啦。意思是讲若人歹款待你，你若好款待伊伊家己会反省讲安尼我遐尼对待伊，遐尼歹对待伊，伊阁遐尼好对待我，我家己会歹势，我会反省。所以圣经安尼来教示。但是有一寡人讲，哎呀，牧师，即摆时代无共款啊，世界遐尼混乱我好款待我的对敌有时伊无一定有个人袂见笑呢，袂感觉歹势。有时安那反倒转，若准伊对，那安尼要安怎？咱毋通袂记段圣经有讲安那，主会报应，主会伸冤。意思是讲审判报应。这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的代志是爱赦免，等下我会来大家讲赦免的好处，所以亲像主要所基督嘛，安尼来讲，讲圣经中间，原本就是要求讲爱听你的朋友，万分你的对敌。但是主要所讲，恁爱听恁的对敌，而且为迫害恁的人祈祷。安尼，恁才会当做天父的囝儿甲查某囝。无需要大家请问，恁敢是天父的囝儿甲查某囝？是所以你着爱照安尼做爱听你的对敌，爱为迫害你的祈祷。当然，这毋是简单的代志啊。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届阮小妹对美国转来。我甲牧师娘在我小妹甲我的妹婿，对台南要去高雄的所在，我着开车，开到一个路口停落来，突然间边仔开一台车来，迄台车是进口的轿车迄个人可能是小可啉酒啦拢一直要客我的车啦，伊毋是弄伊就是安尼踏咧，然后安尼一直向前安尼。就是咧摸我的车的迄个车门，我看已经靠着我着窗仔架落来，我来讲无咱过车路停路边，咱小可看一下，讲一下，看到有啥物损害来和解一下。伊着点头讲好，我着开过路口车顶的时候，我开过路口停伫路边。伊嘛对我后壁，敢要停落来但是我停落来了，伊拢加速拢南边走去啊！哇，伊个进口的轿车驶了足紧的，我对袂着，心肝足生气的。阮小妹婿赶紧把伊个车牌记起来因为迄足早以前，手机也无足方便，所以我就讲等下阮来找一个机会去报警我们这4个人足欢喜安尼出门要出去佚佗，结果安尼拄着这代志大概心肝就安尼无啥欢喜，就拢恬恬无讲话。结果差不多开10分钟看到头前发生车祸啦，我迄台去弄着一只沙石仔车弄伊个车头拢猫落去即个时阵我看到即个场面阮车顶4个人。
大家拢拍扑克，连我咧开车有人拍扑克吼，这介赞。我搁来车门角来看一下吼。安尼发生1分钟了，我开车开过，心肝吼，感觉怪怪。阮规车拢掂落来，阮全部拢基督徒，吼。我搁做牧师，我是就讲，主要所答应讲，爱听咱的对着，爱为着迫害咱的祈祷。别人发生车祸，我遐尼欢喜。所以迄个时候，我心中点做一个，替伊做一个祈祷，讲嘛讲伊安尼吼，对着即款的代志，伊会当反悔，会当悔改，以后毋通再安尼啊。所以我要举这个例，互大家知影来讲吼，咱要下面对着咱的人，实在是真困难啊。哦，咱人拢有咱的血气嘛。哦，我背即条经文背到遐尼熟。拄着迄个代志，迄个时阵，我嘛是无安尼做，所以要做即款的代志，实在是真困难。那安尼要安怎？我需要互大家第2个建议，就是咱爱求圣神，想事，互咱真正会当了解的心啦，克服咱人类的软弱，人性的软弱。有时咱知影要听咱亲近咱的人较简单，要听咱无认捌的人嘛无讲足困难。但是要听对着咱的人吼，这实在是足困难的。只有求上帝帮助咱，求圣神来帮助咱，因为温主是圣神所结的果子的一个性质。咱若看加勒太第5章，遐所记载讲，圣神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足、良善、信实、温柔、准则，这款的代志无如法禁止。所以，既然是圣神所结的果子的一个性质，咱得爱求上帝互咱，互点伫内住伫咱心中的圣神，会当支持咱有这款的。会当结即款的果实，来改变咱的个性、咱的血气，互咱会当去宽赦别人。这确实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咱看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1973年美国的普利兹奖年度上届好的相片的得奖的这张相片。这张相片是一个记者。伫即个越南战争的中间所翕的，咱看到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脱目册，咧逃命。伊为虾米脱目册？就是因为美军去轰炸因所住的庄舍，用迄个一种爆炸的汽油弹轰炸，所以。伊身躯的衫去火烧着，烧到伊无法度，拢将衫脱起来，拢脱目册，紧走出来，走，较拄着这美军，即个军人较带送去病院，伊身躯已经大面积的烧伤，经过几落摆的手术，命较救回来。了后，伊就叫送去古巴，去一段时间读册。到尾入一个外交官，伊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到加拿大了后，伊信主，成做一个基督徒。伊讲，伊咧提起着信仰对伊的帮助，因为伊肉体受到真大的伤害，心也真困难去下面有做这个代志的人。但是伊讲伊的信仰，互伊真大的帮助。伊讲耶稣用神圣的疼接纳伊，赦免伊全部的罪。所以伊感觉伊会当透过耶稣基督甲上帝重新和好，也学习去赦免对着伊的人。伫1996年11月，
一个退伍军人节，在美国的一个节日，伊受邀请伫华盛顿特区，伫遐伫一个美国的越战纪念碑头前，伊对当时阵有几啊千名参与迄场战争的人发表演说。伊讲：“我就是迄个橡皮中间，受到汽油弹伫大火中间逃命的查某囡仔。”伊讲：“我无想要讨论战争，因为我无法度改变历史。我只愿望大家当记得战争的残酷，尽力来维持和平。”伊讲：“我长期伫肉体甲精神上受真大的苦痛，有时阵甚至感觉活袂落去。但是上帝解救我，伊互我信心甲愿望。伊讲，如果咱中间若有迄个对我的装卸等迄个炸弹的飞行员伫咱中间，我愿意面对面甲伊讲话。咱两个人拢无法度改变历史。你投入炸弹迄个时刻，已经决定我的命运。但是咱拢会当为未来做一寡代志，来促进将来和平。因为我身躯这个受伤，互我心灵也受真大的伤害。但是因为下面，我肉体的伤痕有完伫的，但是我的心灵已经受医治。已经得到头棒，我无想到我这款人犹原会当结婚生囝，这是伊后来伊吼，你看身躯的伤痕犹原伫地，这是一个点样记者来翕的，但是伊手抱一个新的生命，是伊甲因先生所生的可爱的囝。伊对伊的囡仔顶面看见着伊未来的愿望。亲爱兄弟姊妹，战争互伊身体受伤，心灵受伤，肉体的伤可能无法度完全复原，但是心灵的伤，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得到完全的头棒。所以下面唔简单，会当原谅伤害咱的人，也会当互咱心中的困毒得到完全的头棒，完全的医治。这就是下面所为咱带来上介好的恩典。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咧实践文字的听的时阵，嘛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因为若无真实的悔改，就无真实的赦免。所以咱除了咱本身悔改以外，对方也爱悔改，而且咱也爱有智慧来分辨，而且有智慧来促进迄真实的和平。咱知影伫过去人类的历史中间，有真侪暴君施行暴政。互真侪人受到伤害，譬如讲，伫德国有希特勒施行暴政，杀真侪人；伫南非嘛有过去有实行这种族种族的隔离制度，造成国家真大的伤害。伫台湾嘛有，过去咱有发生真侪这白色恐怖的代志，所以最近，那时代改变了，就有人会提起爱有转型正义的这代志的追求。其中有两个较特别的例，就是德国的例甲南非的例，因两个是完全无共款的方式。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南非的例，南非捌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用国家的政策、用国家的法律来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就是讲，伊用国家的法律去定
白人甲黑人有阶级的差别。白人政府对黑人的歧视、甲排斥、甲剥削，甚至伫20世纪的后半段，抑阁非常严重，一直到因为一个黑人的总统被选出来，曼德拉伊上台了，伊就成立南非真相甲调查委员会，任务就是要去调查过去伫迄个无正义、无公义的年代侵犯人权的事件。但是伊咧讨论的过程中间，伊讲咱要哪互迄个真相出现？因为因知影有真侪人过去犯错去迫害别人，但是伊囥伫心中毋敢讲。即摆咱若要叫伊讲出真相，伊会惊去用刑法嘛？像德国，伊就是讲出形象来审判刑法，但是伊知影讲有真侪人惊遐去用处罚，所以毋敢讲真相。所以伊认为讲，只有透过赦免、特赦、不清算、不报复，用安尼做交换条件，互即个犯罪者愿意将过去的真相讲出来。所以当然有人伊感觉讲，安尼这人伊过去迫害别人，讲真相了，咱无来处罚，就是无公义啊！但是咱其实是爱真实的真相，爱真实的和解，爱这人真实的反悔。因若愿意将真相讲出来，其实表明伊已经愿意悔改。所以用特赦换真相，用真相换和解，这句话真做南非转型正义的主要精神，嘛说服当时阵大多数南非的百姓。就安尼，因的国家真侪人愿意讲出过去因所做的歹所行，求大家赦免因。虽然无受刑罚，但是迄个和解已经带来医治的力量。总讲一句，其实咱今日咧讲即个文字的听，即个功课，确实是无简单。特别伫即个受难周的中间，牧师爱大家好好来思考，咱是何等大的恩典，才当伫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的情形下面，耶稣基督来替咱死。如果耶稣基督会当用这种丰盛的文字对待咱，安尼别人欠咱的，其实甲咱欠上帝是差太济。咱应该爱学习用这款的文字去对歹款待咱的人。一方面咱原谅伊，一方面咱也得到赦免，得到讨帮。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之地，想使丰盛温柔的听伫阮的中间。阮知你赦免阮所有罪人的罪，求主也帮助阮会当了解对着阮的人，互阮心中得到讨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